優樂負離子防光害眼鏡。產品5大核心優勢：高頻納米材料，釋放遠紅外線，納米專利技術，持續釋放負離子，吸收釋放藍光，雙重阻隔光線傷害。優質光學鏡片具有高透光率與抗衝擊效能，採用先進超銀材料，輕盈，回彈性好，不易變形，釋放遠紅外線，令水分子活化，增加身體及眼部的含氧量，恢復眼部活力，幫助改良視力，控菌，預防眼部感染，增加眼部含水量，舒緩眼乾、眼結、酸脹等視覺疲勞。